第4課，一團和氣，選擇饒恕放下，得着釋放。第7天，羅馬書12章19節。親愛的弟兄，不要自己申冤，寧可讓步，聽憑主怒，因為經上記着，主說：申冤在我，我必報應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我裏面有委屈，想為自己申冤，追討別人的過錯。感謝你赦免我，你是最愛我的神，你必醫治我的一切傷害，為我申冤，代我追討。我願意饒恕虧負我的人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我相信神是慈愛並唯一公義的。神的愛常常充滿我，安慰我，使我能給人饒恕的恩典。感謝神以厚恩待我。阿們。